版的新闻。涉金华城甲政治献金案去互羁押禁见114天的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今日3000万交保，强调伊毋是贪污迄款人。老人福利法修正草案要3通，65岁以上所得税率无满20%，毋免纳健保费，引起医界反弹。刑法法定判决，一般警察特考规定，身高查甫爱超过165，查某爱超过160，这是违宪的贵度身高的限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7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这新闻头起先就来关心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因为牵涉金华城案件，也有政治献金案，是去互羁押禁见114天。台北地方法院今日透早就裁定，伊是3000万交保。郭文哲中昼对北院行出来时阵，就未少支持者伫咧外口等伊家收听。郭文哲到因兜门口的时阵，嘛发表谈话，感谢支持者甲鼓励。不过，伊嘛强调讲，伊毋是贪污图利迄款人。羁押114天，明显消散的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日前中昼伫民众党党工介护甲扶持之下现身，伊脚穿蓝白衬拖，离开北院进前率向阳平一个险岭跋倒。即个得到自由，郭文哲随点去社群媒体发文，公开伊伫倒厝的半路，向支持群众一手致意的画面。按因兜门口的巷路下架，代表消灾解厄。伊几若摆后田感性讲几句话，感谢伫咧上失志的时阵，真多人搁支持。谢谢这段时间有很多人给我加油，不好意思。给我加油打气安慰甚至帮忙，在这个最沮丧的时候还是有人看到会偷偷喊阿伯加油。有时候要感谢上苍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反省一下自己的人生，你知道吗？我还是相信我自己不是那种什么图利啦、贪污啦、会违法的人但是会遇到这种风风雨雨，你知道吗？表示我们人生还是有地方要检讨。将近4个月无见面，郭文哲的太太陈培琪伫伊身躯边献出笑容。6点外钟了后，国民党换穿台北市长林来的脸嘛，和陈培琪做伙出门，要去新竹看伊咧住院的老爸。这届郭文哲的保释金是新台票3000万。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讲，我家无遐多钱，所以由党工一斗3工，经过8点钟才请到家。但是这个举报人是由黄国昌的家后高雄担任。我再次感谢所有非常多的朋友大家群策群力，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完成。党没有出钱，绝对不会用台湾民众党的钱，请大家放心。检方求刑28天半，郭文哲虽然交保，不过限制自己出入境甲出海，同时阵未当接触共案被告甲证人。虽然陈培琪捌因为经手郭文哲的金流，3摆以证人的身份调问，不过捌院补偿说明讲，日常的家庭生活甲工作所必要，并无受到限制。记者综合报道。金华城案和政治献金案，检方昨终结起诉11个人。郭文哲、沈庆京、应晓薇、李文忠、裴振兴等5个被告，分别是以500万到4000万交保候团。这应晓薇下晡行出法院的时阵，是大声吼讲，伊无做毋对代志，无贪污。也若是这检方针对法院裁定5个人拢总交保，是按算要提出控告。看到真侪媒体也将近4个月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大声哭，和朋友赶紧带上车，被裁定1500万交保，经过3点外钟才办好手续。方式是因为有2本护照。政治案一审庭顶悬议员后任有收维政集团主席沈庆京5250万的乌西钱，讲家己正委屈，强调未想要逃亡，愿意挂电子卡条、每一签到等方式代替羁押。
主席身体还好吗？同款后日环境新评鉴这轮戏离开了后，伫亲友规划之下期待大病院，伊保释金是该项被告当中上济4000万，据保人早一塔2000块的钱庄办理交保。国泰警总在部长李文忠的家属也派800万来交保，然后李文忠由太太看的专心保安案，无讲话离开。在经发生案件当中，唯一认罪前台北市副市长潘建生是第一位佫得到自由的被告。婆婆身体好吗？身体还好一点吗？交保有没有开心一点？亲友规卖总钱透早交500万保释金，潘建生行出法院的时阵，笑眯眯握手。谢谢大家。他一直都很配合啦，所以。当然，这个当然是符合我们的期待。那当然，他也是蛮开心说可以出来的，对。法院已经核准讲扣押，所以我们就是不予施工勘验，就会召集跨区的小组来针对起诉的内容，来与外部的专家学者跨区处来讨论研议后续的相对应做法。对法院裁定，关泰在内5名被告全部交保，不减回应伫受到裁定理由了后，会依法第11代提出控告。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中文牵涉台地港的弊案，让伊早起一审宣判罚多利罪，去互判8年6个月，体罚公权6年。另外，这伪造文书的部分是判6个月，会当换做罚金，专案也会当上诉。陈中文利用款式是甲台北市政府的社会局施压，要互这厂商台地港负责案监视器。台北市这社会局就讲，因为违法进程，就有请台地港先拆掉，不过台地港并无愿意，目前只好先断电处理。也若是这监视器的标案，上计是明年1月重新招标发包落。立法院是按算老人福利法的修正草案，今日就要三读。原本的版本是65岁以上，所得税率不满20%就唔免纳健保费。这个案件是引起医界反弹。反正讲，若是真正修法，健保就无法度久长维持落。即阵，这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是搁再提出修正条文，讲要把这税率的标准降到5%。台湾每年都要进入超高龄社会，在野党立委提出真侪版本修改老人福利法，其中上令的版本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所得税率无达到20%免交健保费，引起外界的议论。民众党立法院党团27早起召开记者会表示，因应进行在违法的修正，主张无达到综合所得税申报标准的经济弱势老大人，中央都应该专业补助健保费。中央政府能够对这一群未达申报门槛的老人应补助他们每个月大概800多元的这个健保费，提供这是最基本的保障。因为立法院2027三读老人福利法修正草案，毋但5大医师团体规定不满，台北市医师工会嘛是反对的立场，认为会增加世代无公平，也互有限的医疗资源分袂平。医界团体佫警告，专明健保法是社会保险，毋是社会福利。修法若是通过，恐惊会冲击健保的影响。这样子的锦上添花的财务的负担，其实是让未来让目前的受薪阶层以及未来的可能更多的这个医疗资源的使用者，其实可能会面临到有一个资源短缺。这一群长者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反而会是长照、慢性病照护以及共病管理的问题，而不是缴不起保费。医师工会讲，若是修法通过，对医疗产业受雇者会增加真侪剥夺感，一定会带来更较大的负面冲击。医改会搁再声明，健保量能负担机制是予有能力的人加出一寡，毋是这头式的健保专业补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大陆冷气团就要落南，这天气就会哪来哪寒。拜六半暝到礼拜透早是这冷气团上解强的时阵，高地是可能敢若剩7度至11度。也若是这水汽的部分，虽然是慢慢减少，不过若是讲温度较袂好势，3500公尺以上的山区，有缘有可能会落雪。对寒冷了后，第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对拜五开始落南。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含东半部地区会有低阵雨，另外南方的云系对北平线西半部嘛有小可降雨。拜六开始水汽才会渐渐收大，各地天气变作大冷。拜六半暝到礼拜的透早是这波冷气团上强的时阵，北地气温干若7度到11度。温度是一路逐渐的下降哦。到了礼拜天的清晨，北部在台北这个区域
可能甚至会出现11度左右的低温哦。那不过水汽偏多的时间点其实是在今天哦，明天之后水汽就会逐渐的减少，所以目前的预报趋势来看的话，要有降雪机会哦，其实是在今天到明天的清晨。天气分析师指出讲，礼拜六、礼拜期间，全台是持续受到这波强烈冷气团的影响，因为辐射冷气透早和暗时低温的感受更加明显。前气象局长戴明典在面前答问警告讲，南海南部的气压偏低，台湾要注意风寒害，尤其东南部温度的变化是真大，对健康的威胁可能是超过北部。记者综合报道。这天气是寒死死，提醒有心血管疾病的人，都要特别注意身体状况。而且嘛，因为讲这站破病的人真多，这血库是真欠血，目前只剩4天到1礼拜的量。加上当年的新正过年嘛，拢会特别欠血，所以讲血液基金会就鼓励民众赶紧捐血做爱心。拜五暗，强烈冷气团报道，天气寒，有心血管病症的病人也要随时注意家己的身体。医师表示，因为最近心血管病症的人较多，用血的需求量大，这也是致使全台血液库存无啥够的原因之一。最近啦吼，因为天气较寒吼，所以讲破病的人真侪吼，啊，佮有迄个心肌梗塞之类的人吼，拢嘛是较侪，所以讲。即马阮迄个加护病房的人嘛，足满的，嘿，啊，这可能嘛是讲阮欠血一个原因啦。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续落来拄着跨年，佮有春节放9天，加上即阵受天气的影响，感冒的人较侪，致使捐血的人减少。目前全台4种血型平均库存量，敢若剩4至7天，属于偏少。尤其台北捐血中心O型的血是上欠的，库存剩无到4天。阮的安全库存量才6.1天尔啦，哦，所以可见是2种远的，因为7天才是安全的啦，哦，啊，尤其呢，阮迄个O型的血吼是上欠的啦。全台湾的血拢加起，O型的敢若4天外尔啦。基金会表示，当年年节前后较接欠血，尤其侪民众拢会安排旅游出国，毋过需要用血的病人是1分1秒拢袂使等一，因特别甲放年假的前1个月定做捐血月，希望民众会当烧天做血来捐血，为社会贡献1份力量，也互年假需要用血的病人安心接受治疗。记者张家嘅王兴忠台北报道。食尾嘅真侪人拢会啉一杯，不过台北这温度伫咧附近是有大型餐厅车头放一寡塑胶落啊，若是民众食酒食到要吐，就会当用，这袂吐到规世界，害清洁人员真辛苦。另外，这当年下年活动结束，苏山市2区的人丁是一个大考验。今年台北这温度头一届推出1月初1翻点到早起6点，若是对南京山民到台北小巨蛋这2站入站都唔免车钱，希望人丁会当分散，卖拢客伫咧附近的车头。今年的跨年是上班日，当天晚上在市府广场有晚会，而在大巨蛋有演唱会。为了因跨年的人潮，国父纪念馆站5号出口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你可以看到，在地上有不同颜色的色块地标，让旅客可以依循来做分流。台北市特别拄到头一摆跨年暗暝甲大型演唱会同一届举办的挑战，除了向北的动线分流标志，嘛鼓励民众伫散场了去南京三民站甲台北小巨蛋站坐车，迄抓坐车免钱，希望安尼会当分流市政府甲国父纪念馆的人阵。这嘛是台北市头一届伫咧跨年有票价优待，按元旦饭店到早起6点拢适用，蛮方便的，而且这样子搭起来应该时间上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吧？确定，因为可能也站1个晚上。大家不一定会想要走过去。有可能，但我是可以啊。另外，台北市嘛甲普隆市稳重办服务，原本会当放在孙文厨房土的掠拖地，直接下伫一寡附近有大型餐厅的车站内。依照民众拄到有人啉酒踮咧车顶掠拖的状况，迄阵刑控司机员、站长保全、清洁人员拢出动。北市讲每个期间有较侪啉酒了无赛车坐1分的人客，再来提供掠拖地，减少并赛负担，提升服务水准。也适逢了尾牙跟春酒的高峰期间，我们陆续在周边有大型餐厅的车站，把呕吐袋放置在邻近餐厅的出入口，方便旅客自行取用。台北市呼吁讲，民众啉酒了，若要坐大众运输工具，建议爱请亲朋好友陪伴。目前台北车站、中山站、南港展览馆站、树汇中学站、剑南路站这些车站已经有放掠拖地，
有需要会当找询问处，保护家己安全嘛，体谅清洁人员。记者综合报道。就把的台中雾峰坑口里甲丰国里的民众，今日是去台中市政府陈情，因不满这业者要伫咧附近开发一个30公顷的生命园区，内底是包含肋骨塔的设施，也佫有土葬区等等。民众就烦恼讲，安尼去污染着因的环境，要求市政府撤案。拒绝破坏环境，拒绝破坏环境。大阵的居民来到台中市府头前提布条抗议，讲不满业者按算伫雾峰起一个生命园区，佫包括要规划新的蒙阿埔，可能会造成污染。民生用水要用他们那个地下水，地下水让他们抽走了，我们下游的里民要喝什么啊？盖在这个水源头，那真的这个污染的话，再来浇水果。自救会表示，业者就经伫咧雾峰的溪口里甲丰国里大约30公顷的土地开发生命园区，除了规划落葬区，佫有20万价塔位范围，恐惊影响环境。环保团体表示，当地是地质敏感区域，无适合大型的开发案。地质脆弱，然后又是地震的这个频繁的地区，那你盖了这个，不管是纳古塔或者那将来如果发生地震走山，我们是一定要征召一些环评委员、专家学者他们的意见来做一些修正，也纳入地方民众他们的建议。环保团体表示，一旦开发，恐惊会发生崩山意外。不过业者表示，原本12月27第2届宽频初审已经申请延期。园区是采用低密度的开发，会尽量维持原样。相关的污染措施嘛，照法规来做。市府嘛已经要求业者报警，把相关的影响讲个清楚。开发的必要性，以及这民众的声音，以及生态环保、水土保持、交通等等，都有提出要求这个开发单位必须要去做完整的回复。环保局表示，已经要求业者伫咧明年2月进行完成报警，不过当地居民坚持爱业者撤案，若无就要继续抗争。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是按算伫咧高雄小港起一个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这园区有一半伫咧大南部。今日下暗伫咧开宽屏进前的公开说明会。不过大南部这搭本地迁出的争议都还未处理煞，即阵阁要起新的园区甲天然气接收站，民众就举布条抗议。现时阵的行政长林全甲市长陈菊参加大南部迁村座谈会，向沿海6里的居民回示咧，政府发展重工业造成污染，试图改善空气品质，也要迁村居民整体生活品质的优先考虑。隔8年，大南部居民也无正式刷走。高雄7只宽屏进行议员通过，规划伫高雄港就职货柜中心第2期。原来上港范围新设就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范围也包含大南部，因者不满，有布条来抗议。若无甲阮迁村，就是袂使开发。阮家附近差不多20公尺，方圆20公尺，有6个肺腺癌的病人。居民质疑政府无顾迁村进程免个卫生开发的诉求，要求迁村了这园区7只，也表态负责加重在地污染。因为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也要宽屏，居民要求迁村甲开发计划分开进行。我的主张就是，这个迁村案爱安怎？切割，分开来。大家拢要较紧来迁村，大家拢希望迁村的条件会当讲个好势，但是市政府恁敢有听到？恁千万唔通用这个压力，想要讲草草了事。政府要在当地推动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大南部有一半土地位入其中，而且暗时要进行宽屏进前公开说明会，引起民代质疑。宽屏甲迁村案合作会，是想要安尼快速通过，民众不满迁村的时间一直拖。今日真正是也唔敢开除啊，要去也唔去，唔去也唔去啊，一直延，延到当时唔知。如果没有成立，就不要签。建国会市长陈其迈第1期会接受质询的时阵讲到，迁村案豆有强性，若顺利有希望今年来完成，马上启动拆迁补偿定数，相关作业拢在进行。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宽屏案由经济部执行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看国际消息，南韩的国会单席总统尹锡悦了后，今日破纪录有史以来头一届，是以过半的票数192票，嘛甲这代理总统职务的总理韩德洙甲单席通过。韩德洙去互停职了后，就会换副总理兼客位财政部长崔尚木来代理总统。因为这政局是真无稳定，韩国钱就一直咧落价。换美金的汇率是已经跌到2009年金融危机了后上界凄惨的。南韩国会27下晡，代理总统韩德洙单席案的表决，受到执政党国民力量的议员全力阻挡。党主席权胜党几下摆拢行起伫主席台，想要和议长吴元实来理论，结果拢互砸落来。执政含在野阵营台湾的点是单席代理总统的标准应该是偌济票，单席总理的标准是简单多数决，就是全院总席次的1/2。单席总统是需要2/3的多数。第一议长宣布讲151票是单席通过的标准了后，执政党议员拢总冲过去主席台，大声发出法律的源头无效的口号。上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提出单席案的5大理由，包括好决金建熙毒检法参加紧急戒严相关内乱行为，而且干那伫边仔看无斗处理。另外，佫有拒绝任命国会提名的3个宪法法官。 권한대행은 내란대행으로 변신했습니다. 내란 수계를 배출한 국민의힘은 헌정 수호 책임을 저버린 채 내란 수계에 친위대를 자임하고 나섰습니다. 在野阵营伫国会掌握192席的多数优势，而且192张票，逐张拢有投入来。这张较早毋捌有的单席代理总统的案，落尾是以192票赞成的结果过关，但是执政党无要承认，呛讲会采取法律行动，质疑表决结果的有效性。 按照南韩中央行政机关组织法，总理了后的第2顺位的权力继位者是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崔尚木。这个1986年通过国家公务人员考试，入来到政府服务的公务员，和韩国媒体讲是代理的代理。在国会表决进前，崔尚木是捌以国家安全和经济做理由，呼吁在野党莫推动单席案。 간절히 바라며 정부가 경제와 민생에만 몰두할 수 있게 여야 정치권의 협조를 다시 한번 호소드립니다. 南韩的政局即马阁真乱，局势是比前总统朴槿惠红单席的时期阁较乱。韩国换美金的汇率嘛继续在落，27是来到2009年金融危机了后的新价，而且市场人士讲，即嘛是完全看袂出有任何会起转来的形。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昨日，一只阿塞拜然的飞机是伫咧哈萨克西部坠落，造成38人死亡，29个人受伤。昨有落西媒体讲，可能是弄着鸟啊，才会失事。不过，即阵是有外国媒体讲，这飞机是去互罗西亚防空系统拍落来。不过，这当地官员甲罗西亚官员拢强调讲，案件已经咧查，请大家莫黑白药。 对亚塞拜然媒体放的影片看到，这台飞机机身顶头有敢若是枪支孔的分裂，这是25伫咧哈萨克西部摔来亚塞拜然航空的一台班机，造成机顶38人死亡，29人受伤。路透社引述亚塞拜然方面的消息讲，飞机伫咧飞过俄罗斯南部车臣国的时阵，和俄罗斯的铠甲 S 防空系统误判是乌克兰无人机而射到，造成机身受损，尾摔来。 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亚塞拜然可能把这件代志定调是俄罗斯防空系统错误攻击。A Russian air defense system misidentified the plane because the plane had been rerouted, and that they engaged it with air defense systems because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attacks from that direction by Ukrainian unmanned systems, and so they probably mistook the passenger jet for a Ukrainian unmanned system and engaged it with air defenses. 美国官员也讲，有现象证明飞机伫咧摔来进前，和俄罗斯防空系统攻击，严格包括亚塞拜然、哈萨克加俄罗斯3个这件代志有关的国家，拢希望外界伫咧调查结果出来进前，卖散布猜测性的言论。俄罗斯军事专家也讲，飞机看起来确实是和防空飞弹之类的物件损害，严格需要更加明确的证据。Вероятно, ракеты системы «Панцирь-С1»,
или какой-то зенитной системы с такими же небольшими ракетами, которые несут не очень большую боевую часть, но у России они это как раз «Панцирь-С1». 另外，这台试射班机迄天飞行路线，大家也感觉奇怪。原本是自亚塞拜然首都巴库要飞去俄国加神的首府格罗兹尼，不过为什么突然间会飞过里海？ 飞去哈萨克的阿克套，是因为大网雾也是去弄到鸟啊。相关单位的讲法也前后无共款。亚塞拜然政府正派直接指责俄罗斯，以免惹俄罗斯总统普京生气。目前亚塞拜然甲哈萨克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可能已经掌握相关的证据，不过因是直直等俄罗斯先公布。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 波罗的海海底运输能源的管线又搁歹去，这回是伫咧芬兰甲爱沙尼亚之间的电缆线，这歹去的原因也伫调查。不过事发的前后，拄好是有中国甲罗西亚的船经过附近，这罗西亚的邮轮去互芬兰认为讲嫌疑上大。 这摆发生故障的爱沙尼亚电缆之后，是芬兰甲爱沙尼亚之间两条主要输电线当中较大一条，看出能量达到658万瓦，比地图顶悬岛边1号电缆基础超过300万瓦。因为爱沙尼亚嘅生产电量无够，拢靠芬兰进口电力，所以这两条电线因讲是爱沙尼亚能源命脉。 S-Link project consists mainly of 3 parts. There is a converter station built on Estonian side, and there will be constructed converter station on Finnish side and cable in between.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cable is 110 kilometers, and from that 75 kilometers is sea cable. 第1号电缆伫2006年启用了后，能够就赶紧起第2号电缆。2010年开工，2014年正式加入营运。Please switch 1, 2, 3 now. 事实上，这条第2号电缆今年7月8发生故障，造成爱沙尼亚电力出现缺口，电池也起10%，开3000万欧元经费，一直到9月初才修好。事后调查结果显示，造成故障原因是内部电线小拍电，甲外力无关系。 根据外电报道，2号电缆故障前后有3只船伫附近海域，有中国籍的货柜轮新电2号、三层货轮伊平3号甲瑞士邮轮老鹰 S。代志发生了后，就算无任何具体事情，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亚斯第一时间表示，德国爱先假设电缆是遭到外力破坏。芬兰总统斯塔布阁直接点名瑞士认为爱防止瑞士船只造成的风险，同时欧盟也表示要用这摆事件做理由推出新一波对瑞士制裁。公司新闻齐家金报道。美国奥勒冈州是有一只猫仔染到禽流感死亡，是因为讲伊只的饲料罐头内底有火鸡肉带病毒，才会着病死亡。另外，伫咧华盛顿州的动物保护园区嘛爆出禽流感的疫情，而且毋但鸟仔染到，连这美洲西在内已经有20只大型的鸟科动物来过身。 鸟是真侪爱鸟人士心中的宝贝，真侪人为着互鸟食好、啉好，会开大钱，互宝贝鸟仔食好了。也毋过美国煞传出俄勒冈州一只天母鸟仔食到青的鸟仔食物，火鸡肉配方，煞因为食物受到禽流感病毒 H5N1 感染，因此死亡。We do have many reports of cats, particularly. There have been some reports of dogs also, but cats particularly acquiring bird flu. Predominantly from raw food sources. So this goes with raw milk as well as raw meat. So I'm going to say raw protein. 因为刚一批使用期限到2026年5月7日加6月23日产品已经透过经销商卖去美国加州、非洲、宾州等等超过11州，甚至佫卖去海外。生产的宠物食品公司西北天健公司嘛宣布紧急回收，也是请民众甲相关的宠物食品单调办理退钱。根据研究，禽流感过去捌伫的真侪动物物种之间传播。今年3月，美国的人牛正式去喂着禽流感。3月开始，全国已经有40只鸟仔喂着禽流感病毒。洛杉矶公共卫生科在咧调查4只鸟仔临床确认了后死亡的原因，暂时佮标出华盛顿州一个动物保护区已经有20只大型鸟科动物喂着病毒死亡。上大先喂着病毒的是美洲狮群，伫11月去喂着，了后其他的动物开始发病，而且为11月23开始病症陆续恶化死亡。 Clinical signs we're looking at would be loss of appetite, lethargy, fever,
severe depression, runny nose, gunk in the eyes, respiratory signs, and lastly, neurologic signs. 动物园怀疑是野鸟的排泄物进入饲养区，也是污染到动物的食物。为了消毒，除了隔离关闭相关的设施，卖收集园区内底所有稻草甲有机物。甲物件收起了后，才替规个园区各所有动物的食物消毒。各个过程要过6个月才当完成。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监察院长陈菊进前着流行感冒，身体无爽快，伫咧高医大附设的中和纪念病院治疗，同时嘛是有安排健康检查。咱来听这高医团队详细的说明。高医团队发现院长右侧肾脏有约3.5公分肿瘤，院长接受精密的达文西机械手臂手术治疗，术后恢复良好。在预计出院前一天早上，院长突感右下肢无力，确认其为左侧脑血管阻塞。由于在黄金时间内进行妥善处置，危机得以及时化解。监察院回应讲，感谢社会各界关心。监察院长陈菊是当咧接受高医专业的照护，健康状况正稳定。若是后续家属同意，就会搁详细说明。卫福部明年是要推出中度以上失智的人转出失智据点的新制度。不过，失智症协会是认为讲，换环境对失智的人来讲是真歹适应。不过，另外某一个联名是认为讲，若是失智退化到中度以上，确实就要转去日间照顾中心，和专业的医护人员来照顾。这民间的看法是无相共。这是大伫社区的失智据点参加课程做伙运动，透过互相交流来减慢失智退化的速度。全台湾目前的失智症人口大约有35万人，其中大约有17万人属于轻度、极轻度。卫福部表示，人口老化，失智人口持续在增加，唔则决定要加强失智据点的量能，规划分流的服务，鼓励中度个案对据点转去日照中心。如果说他的失能程度或失智程度变得更严重，其实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分流照顾跟依着病程变化的改变，我们认为说它可能更适合有专责的专业照顾人力。卫福部表示，对114年开始会调整制度，中度失智、中度失能个案需要对免费的失智据点转出去。建议转去日照中心，不过失智症协会就表示讲，真侪个案希望踮伫熟悉的环境，若是转换环境，对失智者来讲真歹适应。这个据点呢，离他家很近，可及性比较强，而且他也是比较熟悉。如果要在新熟悉一个地方，对他们来讲很困难，或是转不到日间照顾中心来去接受服务。对，有很多不同样的需求跟样貌的家庭来讲的话，对他们来讲，这一个政策会冲击到他们目前的生活安排。也那长照76联名是表示，失智失能若是愈严重到中度以上，就会开始情绪无稳定，行动无方便。不过社区的失智据点是以认知促进的课程为主，无进一步的设施跟医术人员。任何真正长辈，你换任何一个环境都需要适应期。长辈到了这个程度，应该要到日间照顾中心去接受到更安全、更好的照顾了。针对114年失智照护计划的调整规划，对未少厝内有失智患者的家庭来讲是一个挑战。目前也有无同的声音。卫福部表示，要安怎帮助中度失智失能的个案转去日照中心适应，未来研议相关办法辅导，也会加强宣导，互民众了解无同失智程度需要的照顾模式，并且提供转换的时间。记者张家嘅王兴忠台北报道。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这几年10大死因排伫咧头名是癌症，其中肺癌阁排伫咧第一。总统赖清德的健康台湾的政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到2030年的时阵，要减少1/3癌症的死亡率。专家今日就宣布讲，要组一个健康台湾防治领航策略联名，加强诊断、精准诊断、早期治疗，希望会当降低肺癌的死亡率。癌症是个人10大死因头名，其中死亡率上悬的就是肺癌，21.8%，占比也上悬。
总统赖清德提出健康台湾目标，希望2030年癌症死亡率降低1/3。台湾医学家陈建仁甲尤盼迪宣布要做健康台湾肺癌防治2项策略联名。第一个任务是要强化体检，找出肺癌初期病人。蛮重要的就是肝癌跟肺癌的部分。那所以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希望肺癌呢也能够像原先估计的这样，能够到2030年下降1/3，是从筛检还有精确的诊断再治疗。联名表示，肺癌第4期的5年存活率只有13.1%，不过第1期有94.6%，所以若通早期发现，就找出来治疗，对降低死亡率真有帮助。中央2022年就针对重度食薰有家族病史的人，提供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联名希望2030年通增加4倍的体检容量，达到55万人。国家已经决定要把年龄层降低，还有把抽烟的这个从30包年降到20包年，再扩大筛检的族群。那我们刚刚讨论是希望再更扩大一点哈，特别是不吸烟的这些族群，但是有高风险的。除了强化体检、早期治疗，联名也要利用 AI 技术缩短诊断时间，提升准确度。但是，亲像提升体检容量这寡工课，需要大量经费应对。联名表示，会找各学会甲专家开始精算这寡方法对财政的影响，搁再来详细计划。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宪法法定的判决，一般警察局课本底是规定查甫爱165以上，查某160以上。这个相关标准是违反宪法，今日正式废掉，对明年开始就袂搁限制。陈小姐通过警察特考，因为身高无到160公分，被取消消防员的受训资格，伊不服提起释宪。宪法法庭审理了后，判决一般警察特考规定男性165公分、女性160公分的身高标准违宪。考试院修正通过，删除2项警察考试的身高限制，明年开始适用。对于身高这件事情，我们是乐见其成啊！你要把它放在考试规定里面，那其他公务员都没有啊。还是说，考试规则不是在处理那个人民的观感问题，是在鉴别说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办法真正的胜任这些工作。基本上是蛮乐观看待，就是这一次的释宪算是蛮正向的。考试院这边也把那个身高的限制拿掉，考案其实是连同刺青的部分都要一起移掉的。公告出来的结果就是没有移掉。对促成身高限制规定的删除，记者打电话陈小姐无回应。警校团体乐观其成，认为考试院依照释宪结果考虑身高不是执行勤务的关键因素，为吸引优秀人才到新警校工作进行修正是对的做法。不过针对恰大限制无删除，警校团体感觉可笑，因为这个警校人员的专业能力无关系。很多人刺青不都是刺自己想要刺的东西？刺青你影响到谁？那是我个人喜好的东西，我不影响别人。因为你今天是你用有色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但你很两极啊，不喜欢的人就觉得哎呀，刺青的都是拍镜啊之类的。目前在看，我觉得最棒的是，其实大家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自深的恰大恰字师傅认为，因为风气的改变，大家接受度愈来愈悬。不过考试院研究了后，针对删除恰字恰大限制部分，因为各界意见无同，考试这摆敢若删除相关的限制。记者综合报道。民间团体评选出今年10大新住民重大新闻，其中头一名是关注移工团体去互污名化的问题。希望大家会当重视移工对咱台湾的付出。参与评选的委员嘛，呼吁台湾的社会都要更加包容新住民，嘛期待这新住民基本法赶紧实施。支柱，移工的经济支柱，如果今天被污名化的结果，其实我们大家的相容是困难的。民间团体第8年举办10大新住民新闻的票选，关注的内容包括移工，也有新住民权益、多元文化的推广、甲政策的推动等等。评审委员表示，希望移工已经纳入新住民基本法，而且今年7月份已经三读通过。不过，台湾社会要是有移工去红点油做记号，有污名化的状况，这嘛是2024年10大新闻内底的头一名。把很多的污名化的现象做一个导正啊，是我觉得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啊。我觉得我们台湾要迈向一个比较正向的、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新住民基本法最大的缺点就是讲欠缺一个组织化啦。你若无组织化无通过这基本法当然无法当执行啦。
尤英虎律师表示，全台湾新住民已经超过100万人，基本法已经通过，却要无施行的时间。来台湾20年的越南语老师吴世玉表示，台湾甲越南拢是因兜，希望会当放领出入境的政策，互因会当随时登去厝内斗3工。还是我们是台湾国籍，所以我们要跟台湾人一样，要申请签证还能出国。那签证不是1-2天就可以办的，2个国家要帮忙，就是早期来的新住民。评审委员嘛表示，等在台湾较久的新住民，因会开始有中高龄就业，也有长期照顾的问题。望政府会当赶紧实施新住民基本法，保障新住民的权益。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南投草屯白顶里的新木是一丛超过600岁老树仔树，是当地地漂，嘛是信用中心。不过，这新木最近是许一丛鸟青寄生，惊这青仔树会去影响到老青仔树。这林业署是预计每年1月就甲青仔树挖掉。树尾树形生做水果大，这是南投草屯平顶里的7股大新木。详细甲看，树尾这只树身生做真无同款，原来是由鸟青寄生。差太多了，从远远看过来，怎么会差那么多？民众感觉新木即马看起来真无元气，若这丛寄生的鸟青，嘛有伊家己树身基咧树叶，滚到一直拖落来，强要挖掉涂骹。当地的文书专家表示讲，7股大新木是一丛老树仔，实际年纪超过600岁，是当地的地漂。因为树形水果壮观，则无去用扑掉。光复之后呢，因为居民就把这边很多的樟树就把它砍除掉了。那这一棵是因为太大棵，那个当地的居民认为它好像是有神明附身。7股新木伫林业署南投分署管辖的林地，嘛是南投县政府列管的珍贵的老树。第2日已经完成现勘，树木专家讲，鸟青的性命力真强。另外，鸟青的结晶若是叫鸟仔甲碰触食去，放出来了后，生炭会真紧。这丛鸟青的根若是直炭挖到地面，对新木的败害会更较紧。回到地面的时候，完蛋了，它可能就会把这个原本这一棵樟树全部都包起来，甚至最后它就把它吃掉。那所以我们称这种树种叫做绞杀木。如果不及时把它雀榕把它拿掉的话，它就把那个樟树的树干整个包起来，最后就把它掐死那种感觉。会由本分署来做雀榕的移除的工作，跟根部覆土过高的情况。林业署表示讲，会伫明年1月把寄生的鸟青刷掉，嘛会做伙来改善新木的生炭地。因为树木专家建议讲，除了刷掉鸟青，嘛爱把树身无清洁所在清掉，搁活化伊的根系，嘛爱做定期的检查。大新木估计3年到5年了，再当恢复元气。记者综合报道。温泉出名的台南北河关仔岭，这阵是去互经济部上吊，按算要开发地质发电。这专家预估，这搭地下水温大概是有155度，确实会当发电地质发电。而且若安尼做落，嘛会当吸更较侪游客来参观。台北天气变冷，以土州温泉闻名的台南关仔岭温泉区，人拢是叉。不过，除了观光旅游的效益，最近经济部地控中心嘛伫关仔岭探勘，发现讲有占了变作地气发电的场址之一。你发电，你有建设有诶，对地方就有这个一寡福利啊。无进关仔岭渐渐开始没落了吼，你无一寡新的物件出来。对地方我啦较不好啦。我觉得大自然的环境真的不是你一直取用这些能源而忽略它原来的美貌。这边也没有所谓的地下水啊，一般都是温泉水啦。如果探勘出来，如果说有地热的话，也是另外也是不错。这水量真的不是很多啦。地方大多数都认为讲是温泉水，不过根据地控中心的调查，地底下差不多深度3公里左右有大量的水。初步推估，这个地区地底下的烧水应该会当到摄氏155度左右，显示讲有变作地气场址的潜力。未来上重要的就是做出地气地质3维模型出来，了解地气分布的状况。地底下大概2-3公里的地方，其实看起来水是很多的。我们的地温梯度大概就每1公里往地下1公里可以到40度、50度，所以综合这些调查的成果，把
3维地质模型给做起来，那地底下地热怎么分布？那我们会认为这里深层的部分应该会有相当好的地热潜能。除了了解地气分布的状况和化学采样分析，地控中心嘛指出讲，未来若有好的软体规划和基础设备，应该会当有效来开发关仔岭地气的潜能，进一步冷探严重深度和规模。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第年的和平电厂，当年收入会提供1%给花莲甲宜兰，其中宜兰是会当分其中的15%。不过宜兰县府是认为讲，安尼分配机制无介公平，应该是要用污染的程度来计算。按算2027年合约到期的时阵，就要定桥。赛车伫咧苏花界对各方磅空一出来，就会看到花莲和平电厂的大烟筒。这个东部地区发电量上大的电厂，每一年用卖电收入的1%，当做互花莲抑个宜兰的回馈金。也毋过宜兰认为回馈金的分配机制应该爱修正。那大幅提高之后，反而变成我们电塔数最多的，然后像我们还是固定1500万，那反而苏澳镇的金额比我们多。电厂即摆回馈金分配计算宜兰县的部分，南澳乡每一年是1500万，东山、苏澳等乡镇是用电塔的数量济少来计算。这几年国际土团的介绍一直咧起，回馈金的分配金额也对你增加。地苏苏澳定分配金额超过电塔数量上济的南澳乡。其实海洋的部分应该要给我们海洋的渔民有这个回馈的一个机制。毋捌分配回馈金的渔民嘛有意见，因认为电厂排的温水会致使海洋温度增加，减少海洋的微生物，影响渔业资源。宜兰县政府收集地方意见了后，认为即摆回馈金分配机制无公平，应该改用污染量来计算，佮爱增加宜兰县的金额。因为台电甲电厂的合约2027年就要到期，最近已经发函予台电，希望斟酌来评估新约。请台电在和平电厂与地方政府针对和平电厂的回馈金的比例跟金额达成共识之前先要审慎评估和平电厂与台电之间的新的购售电合约。宜兰县政府的意见我们会传给和平，最终还是由和平电厂他们自己去跟2个县市的政府去做相关的考量。和平电厂这3年互宜兰县政府的回馈金，逐年拢在增加，今年已经达到5424万。台电表示，宜兰县政府意见会交予和平电厂，抑有2个县市来做讨论，目前也无和平电厂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唯一的王船文化馆，今日伫咧屏东东港正式开幕，是用东港迎王平安祭典来做主题打造。顶冠之宝是由在地国宝级的师傅亲手打造，是一只42尺王船，民众就免等3年一考，随时会当感受迎王祭典。总长42尺的王船是顶冠之宝，是4个在地国宝级的工艺大师打造的。规只船拢画甲真水，会当对馆内不同角度去欣赏。另外，嘛展示全新结构珍贵的手绘图，和迎王祭典使用的器物。甲咱政府2010年就已经宣示的这个王爷文化，也是王船文化。是国家的无形文化遗产，整个甲搬入的文化馆安尼就对了，唔免3年才会当看一届。总统赖清德是亲身替王船来点目睭，代表屏东县王船文化馆正式开馆。王船馆的第一档特典叫做“阮的日子”，是在地青年策展，是要传达东港在地重要信仰文化。透过这个展览，互大家当较近距离去看到，讲就是阮王爷伊穿的衫裤，顶冠的手路是安怎去帮伊做设计。文化越传统越现代，文化越在地越国际。为什么？我们只有靠传统的文化走到国际，才能够跟别人区分我们是谁。东港迎王平安祭典是国家无形文化资产，逐摆拢声国大歌上万人来参加。这摆阁有王船文化馆的设立，会当互民众更较深入了解台湾特有的王船文化。记者综合报道。真空军第34中队乌夜部中队，今年是成军满73年啊！除了邀请过去的队员登去新竹做伙庆祝，乌夜部中队的文物馆整修了后嘛重新开放，做伙来看。看到真久无见面，过去做伙为台湾拼死的队员，大家心肝内拢真激动。今年是乌扁号中队成军73周年，伫年尾这卡刀
台湾家属组织这会，互相关心，也回想过去。那时候一点都不辛苦，那时候感觉很高兴啊。那时候年轻啊，因为就是为国家服务很高兴啊。而且我是山东人啊。每天盼着反攻大陆早点回去。现场把邀请队员家属做伙参与活动，有人想起细汉的时，阿爸就因为出任务失去宝贵的性命。小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父亲到哪里出任务，因为都是保密的关系。直到父亲在越南阵亡，我们才知道父亲是出比较机密的任务，在越南阵亡。最近整修完成的乌扁河文物馆，即马已经重新对外开放，内底展出过去宝贵的文物，还有以乌扁河做主题的新册，讲出乌扁河的故事。新德市未来把准备把乌扁河的历史编入国小学生教材。我想，没有73年前黑蝙蝠中队跟国军他们的保家卫国，他们的无惧挑战，他们跟家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情感交织，就没有今天繁荣昌盛、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台湾相关的黑蝙蝠中队的相关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内容。那未来我们会在相关国小的一个课程来去让更多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了解我们的民主自由得来不易。活动除了希望乌扁河过去功能的历史甲精神会当保存落去以外，也希望让后代子孙知影民主自由的宝贵。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印度城市普莱亚格拉吉每年1月到2月是要举办印度教的传统节日大乌节。这个活动希望合作是全世界上大的宗教庆典，预计是14亿个信徒来参加。另外，在北非的突尼西亚，有一场国际撒哈拉节，是要呈现文化活动，呈现这沙漠游牧民族的生活。这搭是印度城市普莱亚格拉吉，明年1月到2月，将要举办45天的印度教传统节庆大乌节。大乌节是印度教的传统宗教庆典，信徒会踮喺恒河的水内底洗游洗清罪孽，得到永生。根据印度教的传说，有4滴永生的甘露按天顶的乌，滴落凡间的4座城市，也就是轮流办大乌节4个地点。这内底普莱亚格拉吉的庆典是上闹热的。हाँ एक शहर तो यहाँ बसाया ही जाता है। उसके निमित्त जब यहाँ हम लोग एक्सपेक्ट कर रहे हैं पूरे समय में करीब 35 से 40 करोड़ श्रद्धालु यहाँ आते हैं पूरे मेला अवधि में, तो उसमें उनके लिए आने और उनके सकुशल जाने के उनका एक अनूठा एक्सपीरियंस के लिए शहर को तैयार करना ही पड़ता है। 要来迎接这么多信徒，实在是无遐简单。主办单位当咧积极赶工，要补强基础设施。目前已经起造15万间便所，6万8000拍的路灯，含工时阵会当供应5万人食饭的社区灶卡。工事搁在赶工，不过真侪信徒已经提早到位。माने हम ये सोचते हैं कि हमारा पब्लिक सुखी रहा है, हमारा राज्य सुखी रहा है, हिंदुस्तान हमारा हिंदुस्तान बन जाए। हम अपने पब्लिक को सुखी देखना चाहते हैं, अपने आदमियों को जो हैं उनको सुखी देखना चाहते हैं, इसलिए आशीर्वाद देने आते हैं। 另外，北非国家突尼西亚的图书已经展开庆祝活动。这当咧举办国际撒哈拉节，现场会当看到各种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甲文化，亲像骆驼赛甲马赛，还有表演传统歌舞。目前北非地区依然有真侪游牧民族，因定定踮咧沙漠内底牵线，我靠骆驼、牛羊来度生活。伫即个年尾的6礼拜，每一个部落拢功夫进展，含游客来同乐，然后闹热又搁趣味。公司询问又派准编译。杜拜有一间洗车场，为着要请人客是咧变鬼变怪，因是把这洗车场改造一间鬼仔厝，叫员工装鬼共吓惊，想袂到这生意真变做真好。车驶到洗车场，铁门拓开，行过来的是4个青面獠牙鬼仔来挨沙子。等车定位，这鬼仔就开始做洗车的任务。因哪用泡洗车，哪故意甲面搭去窗仔门对内面看。有当时啊，搁规气直接甲车门破开，甲人客吓惊。这个查某人客本来是路车伫边仔在耍手机啊，结果就互出现伫伊耳仔边仔的鬼仔惊着啊。杜拜这间开伫巷仔内的洗车场，为着要请人客来，就出这种奇招，结果效果比想的搁较好。
99%, if not 100% of our customers are satisfied, they're happy because it's something different. You can go for a car wash, but then it's boring. People are coming with their family, friends, even kids. 业者讲，伫几啊处洗车是请真侪人来体验，不过因限定爱15岁以上的人才当入场。I was nervous and I was also a little bit scared, but when we entered, you know, all the faces, it was amazing. Yeah, and now I'm relaxed. فكان الموضوع فعلا يعني كأنك داخل بيت رعب فعلا، يعني عرفت مجرى خطير في الموضوع هذا. فكان شعور عجيب صراحة، شعور بيرفكت. 这间洗车业者甲无聊的工课变甲真趣味，来这的人客无妨行甲走去，颠倒是对咧做伙耍，嘛带动洗车的业绩明显成长，证明讲只要发挥创意，本地真普通的洗车业嘛会当变甲真无共款。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1度到14度。中部地区12度到18度，南部地区14度到22度，东部地区12度到18度，外岛地区10度到1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今仔日去鸡人港，又看卖这是啥物物件？好，